喂，Wendy，喺杭州食唔到㗎喂。各位街坊朋友，大家好，好開心今日可以同大家傾下偈。我叫俊豪，喺呢度工作咗大概10個月左右啦。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幾有趣又令人印象深刻嘅故事。今日帶你哋嚟體驗大馬最地道嘅平民美食之王——馬來西亞雜飯。喺廣州叫快餐或者便當，喺香港叫兩餸飯，但係喺大馬呢度嘅陣仗保證嚇你一跳。喺大馬食雜飯好易，只要拎個碟，想食乜就夾乜。最神奇嘅係，我哋喺呢度唔會按重量計錢嘅，係老闆嘅眼，揀你想食嘅嘢，然後夾完計錢按照。呢個真係好有親切感啊！喺廣州或者杭州，我哋都有類似嘅自助雜飯。喺廣州閒閒地食嘅最平嘅快餐都10幾20蚊啦，呢度乾淨噶啦，乾淨飯堂。付款入場6蚊，幾多人？中午就係11點半到1點鐘，夜晚5點半到7點。6蚊唔係低㗎，係心意。嚟呢度嘅？因為我見到話6蚊啊嘛，即係我想睇下佢係點樣嘅，專登過嚟試下嘅係嘛？我都係啊，咁晒我哋就揾個地方坐低食。呢個價錢係我從來都唔敢諗嘅。喺廣州居然食到咗東北嘅物價。但係大馬呢度嘅菜式好多選擇，除咗傳統粵菜口味，仲有大馬獨有嘅咖喱同參巴 sambal， 太豐富啦！仲未講完啊！大馬雜飯最正嘅地方係呢度免費例湯同中國熱茶冰水，任飲唔嬲。最緊要嘅就係冇預製菜，唔好似我哋國內食物質素問題。喺大馬呢度食得健康、衛生同安全。如果大馬嘅觀眾你唔明咩叫做預製菜同國內嘅食物安全問題，咁我想同你分享下咁最常見嘅食品安全隱患有邊啲呢？中國的食品安全不好解決，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領導幹部吃的跟普通人吃的食物不一樣。你老百姓你喝假酒能喝死，人家喝的是特供茅台。你吃的那個月餅可能是10年前的餡做的，人家吃的是最好的月餅，都是特供的。在中國各地啊，其實都有中南海的特供基地。比如說茶葉，我當年到江西婺源採訪的時候，他們那山上有一塊地方，武警站崗，生產出來的茶葉就專門供中南海。後來還有很多食材，比如說魯花花生油，也專門搞一批油供他們使用。你想想，就他們這套特供體系跟老百姓的食材之間是完全隔離的，這由此帶來一個問題，就是普通老百姓面臨的食品安全問題。第一，農藥同化學殘留，違規禁用一啲毒性好高嘅農藥或者生長激素，搞到啲食材殘留咗有害物質。第二，非法添加劑，即係喺加工食品入面落得太多防腐劑、色素。第三，衛生環境惡劣，佢哋嘅製作環境其實根本都未達到國家嘅衛生標準㗎。第四，供應鏈污染，即係啲食材喺運輸途中或者啲包裝物料釋放出有毒物質，搞到啲餸菜被污染咗。第五，預製菜，即係嗰啲即食嘅食物就咁加熱就食得嘅。呢啲預製菜喺健康同安全方面都有爭議㗎。第六，車油罐混裝食用油嘅新醜聞，媒體直擊有運輸公司用混元、煤製油等工業化工液體嘅油罐車喺完全冇清洗嘅情況下，直接裝運大豆油等食用油。仲未講完啊！大馬雜飯最正嘅地方係呢度免費例湯同中國熱茶冰水，任飲唔嬲。最緊要嘅就係冇預製菜，唔好似我哋國內食物質素問題。喺大馬呢度食得健康、衛生同安全。鎮定加馬幣12蚊，喂任食5蚊。杭州幾時會有啊？哇，誇張到咁，起碼有40樣菜下啦，睇到我都哇！係啊，味道好，選擇多，又有老火例湯飲。大馬人嘅生活真係太幸福啦！我12月帶家人嚟，一定要再帶佢哋嚟體驗一次。我真係太鍾意大馬呢種雜飯文化啦！現在出街去高級餐廳食餐飯，隨隨便便都好貴，但係嚟食雜飯，又有肉又有菜，款式多，選擇多，仲要又平又大份，咁就最好啦！
大家如果中意我哋呢集影片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 啦。下期見。